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昨天一个小作文直接让万科尾盘涨停。今天万科继续往上冲。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如果这么轻易的就能救起来，那这3年的楼市危机说怎么回事？没有理由震荡3年。大摩的报告跟我的结论是一致的，认为此举也救不了万科。咱们要牢记，能救万科的只有韭菜。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延缓没有问题。就本来万科恐怕3月份就爆雷，但是你把它延到9月份了，甚至延到年底，甚至你得把它延到2026年也可以。但是只要韭菜不出手，结局就是一个爆。万科必定要走破产重整的路，早破产早受益。破产是轻装前进，就是甩掉包袱，把一致的资产、核心的资产留下，轻装前进，获得重生，就像海航一样。那么海航现在不是天天飞得好得很吗？海南航空虽然说业绩也不咋地，但人家获得同样的这个万达的王老板现在也是麻烦不断呢。今天有媒体报道，王健林7702万股股权被冻结。这个案件流程显示此前该案曾发布保全裁定书，裁定冻结王健林等银行存款19.5亿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也就是说，王健林在19.5亿元以内的财产都给你冻结查封，这个叫诉前保全。首富也有这个待遇，真是叫物是人非，斗转星移。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说到房企，有很多人总是迷信，认为国资的就不会爆雷，日子就好过，央企就能扛过这一切，甚至显然低估了经济危机的这种力度和破坏力。凤凰网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冷开工，国企悄然砍掉了多个部门。也就是过完年之后，很多国企现在已经开工了，但是很多部门被裁掉了，人再也回不来了。这是凤凰网的报道，他说开工回来同事没了的话题最近备受热议，也就同事被裁了呗。例如在美妆行业，近日陶氏化学、雅诗兰黛、韩束母公司、尚美股份等企业频传裁减这消息，有公司2月6日甚至疯传要用 AI 替代人工的说法。在互联网行业，微软、谷歌等公司也先后披露2025年关于提高绩效管理标准的计划，预计淘汰数百至上千名不等的员工。这是美的，这美的就不用说了美的不要说这些企业了，就连美的的公务员是不是在大刀阔斧的下岗？谁能想到美的的公务员他也有下岗的一天？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哪有什么让你干一辈子的工作就连美的他也提供不了。你说美的的那些公务员，联邦调查局的员工，中央情报局的员工，对吧？还什么国际开发署的员工，连牌子都摘掉了。马斯克正在，对吧，大刀阔斧的在美国国家机关搞裁员，谁能想到？所以说咱们这儿裁员那不是正常吗？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显得合情合理。这个文章接着说，他说在互联网行业及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摧枯拉朽的清理和盘整后，更加细节的架构和人员调整其实持续在进行，头部国企亦不能免俗。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以来，已经有保利发展、中海地产、招商蛇口、绿地控股、建发房产等多家国企性质头部房企开启组织架构调整，对部分区域和公司进行合并裁撤。而每一次围绕合并收缩开展的架构调整，无一不指向相应员工的资金预算的减裁，也就是员工要么就是被裁掉了，要么就工资下调，就这么简单。说头部国企开年收缩，20家房企调整约40次。1月中旬，保利发展开展了一轮区域公司合并和相关人事调整这个套路咱们见得太多。碧桂园爆雷之前也是区域调整合并，万科爆之前也是区域调整合并，都一样。说来说去就是以前高速发展的时候人员臃肿，组织架构臃肿，那现在没钱了，只能是精简扁平化。保利江苏与淮海公司合并为江苏公司，保利浙江与浙南公司合并为浙江公司，保利山东与齐鲁公司合并为山东公司，保利辽宁与大连公司合并为辽宁公司。随之任职3年多的总经理周东立辞任，创下集团内总经理任期最短纪录。保利上海总经理轮换由集团产研中心原总经理吴劲松担任，保利浙江公司总经理张磊担任保利战投中心总经理，保利上海总经理付小军担任保利浙江公司董事长。这凤凰网
财讯曾深度剖析保利发展这一轮组织架构调整，对于头把交椅上的保利而言，实属少见的大规模区域合并和人事换防，精准指向了部分城市业绩表现乏力。为什么聊保利呢？其实保利在做区域架构调整，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出现了那种症状。什么症状啊？就是万科和碧桂园暴雷之前的症状，缺钱了，只是现在还能扛得住而已，叫未雨绸缪。之相似，中海地产也在春节前合并沈阳公司和大连公司，整合为辽宁公司。中海地产原大连公司总经理葛真任命为新的辽宁公司总经理，原中海沈阳公司总经理陈晓辉调任中海北方区域副总。实际上，中海地产总裁张志超曾驻扎沈阳，掌管北方区域，对这座城市不无感情，但奈何中海地产北方区域销售业绩落后于华北区域和华东区域。说即使2024年底张志超才和大连市副市长会晤，洽谈了相关投资合作，并且在当年底价拿下大连西安路到街道机车场内地块，但大连公司在2024年交出的销售成绩单仍不足30亿，沈阳公司的销售额则不足35亿，多少影响后续发展的士气。据悉2022年中海地产便持续开展类似的架构调整，例如此前合并云贵公司和重庆公司，成立西南公司，都是伴随业绩指向和市场行情开展的相应调整。出于相似考虑，招商蛇口也启动了华东区域合并，杭州宁波不再独立，统筹为上海、浙江、福建3大城市公司。建发房产则由华东集群旗下部分事业部取消合并，武汉黄石以及原海西集群的南昌划入东南集群。说绿地控股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4个地产事业部合并为2个，重新任命管理层。金地山治则撤销了集团总部的运营中心，浙江公司、淮海公司、武汉公司、成昆公司均调整为事业部，撤销山东事业部，长沙事业部调为长沙片区，投资拓展部调整为投资拓展组。虽然年初往往是房企调整的高峰期，但2025年1月就有6家房企扎堆调整组织架构，在近2年来看也属于最多。据统计，2023年到2025年2月全国20家头部房企已进行了约40次组织架构调整。房企组织调整已成常态，合并与收缩可能因为经济与行业波动而持续，以应对市场风险。实际上每次组织架构调整，结果就是岗位变少，尤其是领导岗位变少，说白了就是变相的裁人，坑少了嘛。说扎堆裁减，莫等春回，默默的等待春天到来。说实际上自2023年以来，主流房企的组织架构调整便几乎是收缩为主，业务端和资金端带来的挑战持续影响企业，必须通过控制成本、提质增效来保证发展。从2025年春节后，北京、郑州、青岛等多个楼市土拍也能看出来，晋德坊首钢集团、中原发投、青岛城投发展投资集团几乎是地方城投和区域一级土地整理责任方。普通房企对拿地依然谨慎，收缩维稳，仍是房企的主流心态。那么在市场方面呢？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28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8%， 其中4大一线城市新房成交同比上升 56%， 2线城市中成都、南京、南昌、武汉等城市都增幅明显。整个1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数据同比增长 97%， 广州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57%， 深圳一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上海新房成交日均增加 29%。 中原地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2025年3到4月市场出现小阳春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但由于市场仍处于下行调整阶段，区域分化仍是各地楼市的主流特征，这意味着市场仍未真正回春，房企挑战依旧，收缩或还将继续。这个蜂王主要是央国企，现在已经走上了碧桂园和万科的路，开始调整架构，而且是频繁调整，含义传到了这些央企、国企开发商。最近随着这个 DeepSeek 异军突起，一下就火出圈了，结果又搞出了个新的概念，叫杭州六小龙。咱们在节目也说了啊，这个六小龙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除了一个 DeepSeek 我知道之外，其他的不知道。什么好像跟什么春晚那个机器人有关系，还有一个是黑神话悟空，剩下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有人在打造这个概念，叫杭州六小龙。
那打造这个概念干什么？那今天钱江晚报它刊登一篇文章，叫六小龙火出圈后，杭州房价会上涨吗？你看看炒来炒去，最终还得落实到炒房上面。你炒这些什么六小龙，什么 DeepSeek， 最后还得回归到炒土地、炒房子，变现呢。钱江晚报这么报道的，他说春节以来，随着 DeepSeek 一炮打响，以及语数机器人亮相春晚舞台，杭州六小龙火出圈，成为一个全民现象级事件。这个就是媒体就这么说了，反正大家就这么一听，什么六小龙。他说在资本市场 ，DeepSeek 和人形机器人相关概念股已经闻风而动，多股节后连续涨停。六小龙的火爆对杭州楼市有何影响？你看点题了，在这儿等着呢，最终还是要炒楼。记者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 DeepSeek， 他给出的答案是：六小龙企业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脑科学等硬科技为核心，提供高薪岗位，吸引全球科技精英涌入杭州。杭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新增高收入群体，对核心区高品质住宅需求显著提升。DeepSeek 认为，六小龙对杭州楼市的影响会出现区域分化，比如滨江、钱江世纪城、未来科技城等科技企业集中区域，次新房成为成交主力，带动1月二手房均价环比上涨 5%， 而远郊板块待产业和人口导入，房价方能体现潜力。说 DeepSeek 预判呢，杭州楼市取消限购政策之后，再叠加六小龙效应，购房者预期会转向乐观。此外，政府通过房租补贴、专利快速预审等措施支持六小龙，形成企业成长、人才聚集、住房需求的正循环。不过 DeepSeek 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忧虑，比如六小龙等科技企业多为初创企业，若技术迭代或融资受阻，可能影响人才稳定性，进而削弱购房需求。说总体来看，DeepSeek 认为六小龙效应会对杭州楼市产生显著利好，但其对杭州房价的助力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增长，而非全面普涨。这是 DeepSeek 这么看的。那我们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看的。说六小龙效应吸引人才，提振楼市信心。这个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副院长范志刚表示六小龙火出圈对杭州而言是一次绝佳的城市品牌宣传机会。说近来有一些城市主官也在纷纷思考，为何六小龙会诞生在杭州？活跃蓬勃的民营经济，正常血缘协同的创新生态，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这显然是杭州长期累积的各类优势禀赋同频共振的结果。就是吹吧，六小龙及其产业链必将催生一大批就业岗位，吸引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中高端科技人才，从而助力杭州在人才竞争中赢得了新的优势。正如 DeepSeek 所言，杭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第一的背后是杭州的企业可以提供众多的高薪岗位，对人才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众所周知，前几年的高薪岗位主要由互联网大厂提供，今后以六小龙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也将加入这一阵营。比如语数科技节后一上班就发了招聘公告，薪资最高岗位月入7万。六小龙都是一些前沿科技企业，将会吸引大量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涌入杭州。一个城市的年轻人才，尤其是购买力较强的年轻人扎堆之后，必然会对这个城市的楼市提供有力支撑。当这些住房需求逐步释放之后，会对楼市产生积极的提振作用，尤其是六小龙及其产业链会密集的区域。专家说，事实上类似事件曾在杭州真实上演过。2013年，阿里总部迁往未来科技城；2014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拉动未来科技城房价持续多年上涨。而上市企业扎堆的滨江，多年来也是杭州楼市最为坚挺的城区之一。你看看，炒作杭州六小龙，目的是为了炒杭州的楼市。这个也验证了我3年前的说法。咱们说杭州是过气网红城市，我记得是2023年春节期间，我们经常聊杭州楼市。我说失去了阿里，那杭州就失去了灵魂。阿里走下坡路，那杭州的楼市就要下跌。理由很简单，这个理由就是 DeepSeek 给的理由。因为那个时候只有阿里和他的一众公司，搞直播的、搞电商的、大数据的、支付的，他们提供了很多高薪岗位。正因为这些高薪岗位批量的产生，对吧？这高收入群体让杭州的房价充满了想象力。就你不管怎么涨，总有人能去接盘，接盘的人就在这些
大厂里面，他们年薪100万，那买个800万、900万的房子，那不跟玩儿一样吗？很正常啊。所以你看未来科技城房价蹭蹭涨。如果阿里不行了，高薪岗位越来越少，靠你卖矿泉水、卖鞋子，你能把杭州的房价拉上去啊？杭州的房价只有下跌一条路，你怎么炒都没有用，因为没有接盘的人。来，我在以前节目里面经常讲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说杭州的楼市泡沫很严重？杭州是炒房之都，仅次于深圳。就在杭州马上要过气的时候，楼市已经难以支撑了，这个房价开始下跌啊，已经跌了不少了。这个时候突然炒杭州6小龙概念，不就是想告诉韭菜，想告诉那些炒房的人，你看看有杭州6小龙在，虽然阿里不行了，杭州6小龙接过阿里的大旗，还会提供更多的高薪岗位。你看一个什么造机器人的公司开出来月薪就是7万一个月，不就是想告诉炒房客给他们吃个定心丸？接房的人就在这里面正在培养。杭州6小龙已经出来了，能提供多少高薪岗位？这些人以后他就是房价上涨的生力军，就是动力，不就这意思吗？所以现在在忽悠杭州6小龙，因为你忽悠阿里不行了，已经忽悠了1年了，阿里是不死不活的，越来越差。阿里本来搞什么6+1战略，要搞6个上市公司，全部失败。阿里现在开始卖什么银泰百货，卖什么大润发，开始全线收缩，在人工智能这块好像也不咋地，流量也不行，电商也干不过这个拼多多，甚至干不过抖音，在江河日下。这时候从杭州的角度来说，从一个过气网红城市角度来说，急需要新的故事顶上去，接过阿里的大旗。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所谓的杭州6小龙加到一起，它都顶不上一个阿里。我说的是他提供的这些工作岗位，就是说他们要不了多少人。DeepSeek 他能要多少人？阿里将近20万人，你 DeepSeek 好像只有100多人，你扩充10倍才1000多人，短期他没有办法要那么多人就解决那么多高薪岗位。其他的公司还在创业状态，还在融资，能不能活过下个月他不知道，吹早了。所以你看啊，吹杭州6小龙说白了就是最终还是要炒房子，给这些炒房客信心，房子捂住别乱卖，过3年以后这个房价就涨了，忽悠那些人再去买新房。要不然那些开发商从政府手上把那地买过来砸在手上，他不着急。如果房子继续这么低迷，他开发卖给谁？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炒房炒地皮。这阵风一吹过就是一地鸡毛。同样咱们再看一个报道，这就是炒房炒过了，导致没有创新。有一个城市那就是深圳，这个事说来也巧，不是 DeepSeek 号称是杭州6小龙在杭州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兑现，开始怼，开始反省。你比如南京、江苏，他们就反省为什么南京没有 DeepSeek， 为什么杭州6小龙没有产生在南京。同样的，深圳也有这样的疑问，也很多人就开始问了，为什么深圳是开放的窗口，是最有活力的，对吧？深圳有华为，有大疆，有腾讯，为什么深圳就出不了 DeepSeek， 就出不了这6小龙？你看看，甚至有人还说华为，你每年科研经费2000多亿，你花哪儿去了？为什么你们也搞人工智能，你搞不出 DeepSeek 呢？看这个诛心之问。所以有人就总结了啊，深圳为什么没有 DeepSeek？ 房价太高。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这个网上一篇文章叫《深圳最大的隐忧不再错过 DeepSeek》，这篇文章遭到很多人转发，甚至王石在朋友圈里面也转发了这个文章。所以我们一起看看说的是什么。他文章说，深圳的创新神话正在褪色。说40年前，深圳蛇口工业区竖起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用制度破冰，点燃中国改革的燎原之火。如今站在前海金融中心的顶层，俯瞰这座年轻的城市，一座座摩天大楼直插云霄，车流如织，霓虹闪烁。40年来，这片土地创造了太多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从无到有，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从电子大厦到华为园区。但繁华之下，一个深层危机正在悄然蔓延，不是人才外流，不是空间紧张，甚至不是错失 DeepSeek 这样的明星项目。当其他城市纷纷在新一轮创新浪潮中找准定位，加速前进时，深圳似乎正在失去那个曾经让它叱咤风云的制胜法宝。这座城市最大的隐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一座城市的命运，也关乎中国创新之路的未来走向。这文章说，为什么说深圳错过 DeepSeek 不意外？从数据看，这是一个种瓜得瓜的结果。他说，虽然深圳去年8月规划了10大人工智能聚集区，去年12月发布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描绘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蓝图，但放眼全国，深圳人工智能进不了前3。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咱们一直强调这种革命性的技术啊，这种创新的公
司不是你规划出来的，所以你还聊规划，那就已经错了。说先看全国 AI 公司的分布，北京遥遥领先，有1869家 AI 公司，占全国27%，广东1494家，占21%，上海1081家，占15%。那问题是浙江才多少？那偏偏 DeepSeek 是在杭州出来的，那到底怎么算？所以说你规划的越多，啥也不是，啥也说明不了，只能说明你浪费的多啊！你还能说明什么呢？无效投资多。说表面上看，深圳所在的广东好像还不错，但实际上深圳在 AI 领域远远落后于其他一线城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才数据，说北京占全国人才 AI 的人才24%，杭州占16%，上海占10%，而深圳只有可怜的6%。杭州一个城市的 AI 人才就比上海和深圳加起来还要多，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那为什么深圳的人才少呢？主要有2个原因。他说，第一是高校瘸腿 ，AI 人才往往选择在母校所在地创业，清华北大的 AI 创业者更愿意留在北京。说浙大培养的人才56%留在浙江，上海交大的毕业生61%选择在上海。反观深圳，缺少顶尖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先天就输在起跑线上。第二是巨头失血，虽然深圳有腾讯这样的科技巨头，但在 AI 人才培养和输出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数据显示，腾讯系的 AI 创业者中，选择在北京创业的占37%，选择在广东的是34%，而且这还是整个广东省的数据，不是深圳一个城市的。相比之下，阿里系创业者45%选择留在浙江，百度系创业者69%选择在北京，都明显体现了总部效应。北京能靠清北加中关村加百度系自产自销，杭州有浙大加阿里闭环造血，上海靠交大资本优势虹吸全国，而深圳看似有腾讯，实则人才、高校、生态三头漏风。说深圳真正的危机不是错过1-2个明星项目，而是整个 AI 创新土壤的贫瘠。但其他城市在拼创新内循环时，深圳还在拼外来输血，这才是比错过 DeepSeek 更危险的信号。说 DeepSeek 与深圳擦肩而过，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遗憾，更折射出这座城市在创新道路上的深层困境。深圳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速度与财富，但在科技创新的新赛道上，这座城市的基因里似乎缺少了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能够孕育颠覆式创新的慢文化。这种缺失体现在3个维度。首先是创新基因的局限，深圳97%的科技企业奉行需求导向型创新，2024年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93%，位居全国之首。这种市场需求到技术改进到产品迭代的模式，创造了华为、比亚迪这样的巨头，让深圳企业练就了一身快速商业化的好本领，但也让他们更习惯于从1到 N 的渐进创新，而非从0到1的颠覆突破。其次是基础研究的短板，2021年深圳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 7.3%， 虽然比前一年提高了 2.5个百分点，但低于北京的 16% 和上海的 9.77%。更关键的是，深圳 90% 以上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企业，严重缺乏能够支撑长期基础研究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作为唯一没有双一流高校的一线城市，深圳仅有16所大学，而北京有92所，上海有69所，就连 GDP 只有深圳11%的呼和浩特都有24所大学。这就像一个没有储备粮的富裕之城，但技术创新进入无人区，企业的研发力量再强，投入再大，也难以弥补基础研究的短板。第三，也是最值得深思的是城市氛围与生活成本的双重压力。游戏科学的故事格外发人深省，这家深圳注册的公司却选择在杭州开发黑神话悟空。创始人冯骥解释一针见血，说节奏没有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大家能够耐得住性子。其他城市的成功案例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成都凭借其温和包容的生活氛围和相对低廉的房价，让创作者能够沉下心来追求梦想。比如哪吒2的制作团队正是得益于这种轻松自在的环境，才能静心打磨5年，最终创造出一部惊艳世界的动画电影。说微信这个改变了中国社交方式的重大创新，也是诞生在生活氛围相对从容的广州，而非争分夺秒的深圳。而反观深圳，其房价收入比曾在2016年高达30%，
38.6%，位居全球大城市之首。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深圳房价整体上涨了7倍。多少创业者白天路演颠覆式创新，晚上偷偷研究深圳湾房价走势。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短板也日渐显现，3甲医院数量远低于北上广。这些数据背后揭示一个深层矛盾：颠覆式创新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投入，更需要一种能够让创新者安心潜心研究的城市环境。总之，不光是深圳，我想其他的城市也在反思追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没有出现 DeepSeek？ 这反思追问有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的说的也值得推敲。当杭州还在靠6小龙准备炒房，人家深圳他反思房价太高，导致人才流失，在深圳待不下去，只能跑到成都，跑到房价相对低的杭州。你看看，这就像围城，城里的想出来，城外的想进去。杭州和深圳都是炒房之都，炒糊了，就是这个结局。杭州似乎还没有汲取深圳的经验教训，还准备在炒房的路上一路狂奔呢。这个6小龙能扛多长时间呢？6小龙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6小龙是偶然还是必然？到底有没有所谓的6小龙？这都是个问题，打个问号，不要人云亦云。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把你的服务做好，营商环境搞好，至于它能出来几个小龙，那只能看运气。黑神话悟空公司注册在深圳，但是团队在杭州上班，这个算杭州的一条小龙。那 DeepSeek 也一样，公司注册在杭州，团队在北京上班，但是它又算杭州的。所以这些6小龙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拼凑起来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杭州的房子价格永远涨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这么说不是否认杭州的营商环境恐怕相较于其他要好，因为本来长三角、珠三角营商环境就是要比全国其他地方好，这个不能否认的。但是一码是一码，不能混淆视线。都什么时候了，还靠讲故事炒房子，最后只能是一地鸡毛。对，有一条经验，确实是深圳的房价涨得太快。我2010年在深圳的时候，那时候房子就关内很多地方房子就1万1平米，1万多一点。我当时差点都在深圳买房了，因为有同事建议我买，我是懒得买，我觉得买个房子在深圳我又不住，结果错失一个发财的机会。那时候还没有限购，到深圳出差顺便就买套房，短短的几年翻了几倍，现在看至少涨了10倍。当然现在又回调了房价涨得太快，导致什么呢？导致深圳有很多产业被迫挤出去了，因为它工资涨得没那么快，所以就连华为，就连富士康，对吧？这些都得搬走。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因为房价涨得太快，这些企业只能搬走。所以前车之鉴，杭州还要复制，这个不能不警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